今年係一代巨星哥哥張國榮嘅70歲冥壽，而佢生前嘅前經理人陳淑芬一如既往，梗係又要繼續寵愛哥哥啦，繼續有新搞作。最近有哥哥嘅 fans 登入歌迷會嘅官方紀念網站，發現喺網站發售嘅14款商品入面，屬於張國榮嘅只有3款，而其餘嘅11款全部都係陳淑芬自己個 Q 版肖像嘅產品，由幾十蚊嘅貼紙到幾百蚊嘅咖啡杯、T 恤，甚至去到1000幾蚊嘅 figure 公仔、2000幾蚊嘅行李篋，仲有接近3000蚊嘅純銀紀念章。係啊，你冇聽錯啊！以上所講嘅商品都有陳淑芬嘅嘜頭㗎。網民拗晒頭，紛紛留言質疑陳淑芬何來的自信，但最估唔到嘅係賣980蚊嘅陳淑芬 Q 版蠟燭杯，官網竟然顯示全部賣晒，惹嚟網民極大嘅反感。究竟呢壇嘢係搞邊一科呢？其實娛樂圈入面明星同經理人之間嘅權力轉移同品牌捆綁，從來都唔係新鮮事。經理人走向幕前，甚至將自己個人品牌同巨星嘅一生夾硬捆綁喺一齊嘅案例，除咗張國榮同陳淑芬之外，最經典嘅莫過於貓王 Elvis Presley 嘅經理人湯姆帕克上校 Colonel Tom Parker。當年帕克上校喺貓王離世之後，一手掌控咗貓王嘅所有肖像權同紀念品市場。帕克上校發現粉絲對巨星嘅情懷喺巨星離世之後，往往會轉化成一種只要同個巨星有關嘅，歌迷都想報答翻個經理人嘅心理，即係話只要產品同巨星有一啲啲嘅關係，粉絲都願意俾錢埋單。當時帕克上校甚至推出過我討厭貓王嘅胸章，因為佢明白無論係愛定係恨，只要能夠引發粉絲嘅情緒，就有商業價值。除咗貓王同帕克上校之外，另一個極具代表性，將自身品牌同藝人捆綁埋一齊，甚至影響力有過之而無不及嘅例子，就係 Beatles 披頭四嘅經理人 Brian Epstein。喺1960年代初，披頭四仲係一班喺利物浦洞穴俱樂部 Cavern Club 着住皮外套喺台上食煙咬香口膠、岩岩巉巉嘅 rock 友。Brian Epstein 睇完佢哋表演之後，決定簽晒佢哋。Epstein 將佢哋嘅形象作一個天翻地覆嘅改變，要求佢哋剪齊整嘅髮型，換上西裝套裝，甚至教佢哋喺每次演唱完之後一齊向觀眾彎腰鞠躬。Brian Epstein 將自己同披頭四完全捆綁埋一齊，當時嘅媒體稱佢為第5位披頭四 The Fifth Beatle。 Epstein 唔單止管理佢哋嘅音樂事業，仲一手打造咗當時龐大嘅 Beatlemania 披頭四狂熱嘅周邊商品帝國，由披頭四印花毛巾、假髮到公仔，全部由佢嘅公司包辦。所以陳淑芬而家所做嘅其實係有跡可尋嘅。聽到呢度，如果你中意今集嘅內容，記得俾 like、訂閱、留言、分享同埋撳埋個鐘仔，因為你每一次支持都係令我可以繼續嘅動力。翻去香港娛樂圈嘅黃金時代，陳淑芬確實見證咗一個廣東歌嘅巔峰時代。喺哥哥張國榮生前，陳太確實係佢極度信任嘅幕後功臣。但係當哥哥離世超過20年，經理人嘅角色應該放喺邊度呢？歷史話俾我哋聽，當張國榮呢一個品牌嘅影響力遠遠大於經理人嘅時候，經理人如果唔知訂，試圖將自己都品牌化埋一份，正如陳淑芬而家嘅狀況，就極容易觸碰到粉絲心理學入面最敏感嘅底線。俾人鬧係發死人財同喧賓奪主。無論陳淑芬出盡乜嘢渾身解數，用自己嘅嘜頭去建立自己嘅品牌，都係徒勞無功。因為佢嘅地位喺歌迷嘅心目中，同哥哥相比，簡直係天淵之別。根據歌迷會官網同展覽現場嘅公開資料，今次 Fun Space 展覽同周邊商品嘅情況，例如商品比例嚴重失衡。官網商店列出嘅14款商品之中，關於張國榮嘅產品其實只有3款，而有陳淑芬肖像嘅 Having Fun 系列竟然佔咗11款，佔比超過78%。喺定價方面，似乎陳淑芬唔知米貴。陳太 Q 版肖像貼紙賣58蚊，陶瓷咖啡杯賣268， T 恤賣380， figure 公仔賣1380，手提袋賣1680，行李篋賣2680。
而純銀紀念章更高達2880。喺尖沙咀嘅展覽場地，除咗哥哥嘅珍藏品外，場內掛咗巨型嘅陳淑芬 Q 版公仔，擺喺正 C 位嗰度，被網民形容為以為行咗入陳淑芬紀念館，俾人感覺係妹仔大過主人婆。大會官方表示，活動扣除營運開支後，收益將全數撥入2028年籌建張國榮紀念館同打造哥哥銅像嘅基金。咁點解要用陳淑芬嘅周邊產品嚟籌款悼念哥哥先？如果大家心水清，會發現近年陳淑芬經常帶紅框黑超出席活動，成功喺媒體面前打造咗一個極高辨識度嘅個人品牌。喺 marketing 同品牌策略 brand strategy 嘅角度去睇，陳淑芬將自己塑造為唯一代言人，其實呢個係一種典型但亦都極具風險嘅權威壟斷 authority monopoly 同遺產品牌化 legacy branding 嘅策略。佢試圖將自己塑造為張國榮嘅唯一代言人。當陳太透過將自己嘅紅框黑超、Q 版肖像同歌迷會、繼續寵愛等官方標誌強行捆綁埋一齊，背後 marketing 嘅邏輯就係向外界同歌迷宣示，只有陳太辦嘅活動、陳太出嘅周邊，先係得到哥哥授權同最正宗嘅悼念。當大眾接收到陳淑芬等於哥哥位置執行人呢個信息嘅時候，其他民間歌迷會或者第三方紀念活動嘅權威性就會被削弱。再講張國榮呢個品牌嘅資產 brand equity 係無限大嘅，而陳太嘅 personal brand 本身只係屬於幕後經理人嘅 level。佢將自己嘅肖像其中11款產品同哥哥嘅3款產品擺喺同一個購物平台同展覽空間，目的係試圖將歌迷對張國榮嘅無條件喜愛同懷念 high emotional engagement轉移去佢個人嘅 Q 版肖像上面。喺 marketing 上，呢種做法希望達到外屋及烏嘅效果，令陳太自己都變成一個可以單獨賣到錢嘅 IP。而陳淑芬嘅大會宣布收益扣除成本後，全數撥入2028年去籌建張國榮紀念館及銅像嘅經費。呢個框架將買陳太肖像精品呢件事重新定義為支持籌建哥哥紀念館。喺 marketing 上，呢招叫做 cost-related marketing， 公益關聯行銷。就算消費者覺得產品設計好揩，妹仔大過主人婆都好，但只要道德框架夠大，消費者就更加難公開反對，因為反對陳太就等於反對興建紀念館同起銅像。但係呢個亦係今次陳太嘅 marketing 策略最失敗嘅地方。歌迷買紀念品其實真係掛住哥哥，要揾翻同哥哥嘅情感聯繫。但陳太推出自己嘅 figure、銀幣同貼紙，強行將幕後推手推上做幕前主角，直接破壞咗歌迷嘅情感體驗。當陳淑芬 personal branding 嘅意圖過於明顯，消費者會產生強烈嘅心理防禦機制，即刻落閘放狗，認為呢種行為唔係傳承哥哥嘅遺志，而係消費哥哥。結果陳太原本想建立嘅權威代言人形象瞬間瓦解，變成網民口中嘅公關災難。網民同歌迷嘅負面情緒持續發酵，喺強大嘅輿論壓力下，主辦方可能會發出聲明澄清，表示 Having Fun 系列只係個人周邊，並調整官網商品比例，將焦點重新放翻喺哥哥身上，以平息歌迷嘅不滿。一句到尾，粉絲愛嘅係張國榮嘅歌聲、形象同人格魅力，而唔係幕後推手嘅 Q 版公仔。未來嘅張國榮紀念館會唔會喺2028年順利落成，我哋唔知道。但可以肯定嘅係，真正能夠超越時間嘅，永遠係哥哥留俾我哋嘅作品，而唔係一隻印住陳太嘜頭嘅陶瓷咖啡杯咯。好啦，如果你想分享對今集嘅睇法，歡迎喺下方 comment 留言話我知。記得俾 like、訂閱、分享同埋撳埋個鐘仔啊！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